新营的金华路是我们新营的这个景观大道。那新营的长荣路是我们新营的这个交通动脉，它是一条外环道。那这一次呢，有幸呢，刚好营建署的前瞻计划给我们补助了3.6亿，让我们呢可以好好的整修。那我们的人行道现在已经美轮美奂哦。那我们的这个水沟呢，我们也把沟盖敲掉，重新做沟盖。同时呢，趁这个打开的机会呢，把这个水沟里面的障碍物清除。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中央分隔岛、庇护岛、树木，还有一些无障碍设施、号志哦，那共感的这个路灯。全部呢做一个整修。其实这个过程内底，我相信真侪新营的民众拢有感觉到，因为这个过程内底，迄个施工过程开车无介方便的所在，亲像我服务处伫隔壁吼，所以其实真侪民众来澄清，奇怪哪路乌开啊时间哪遮尔啊长啊，水沟排泄的部分要安怎来改善？感谢咱台南市政府干部局吼，甲包括水利局的努力这时阵其实咱很多排水瓶颈都是趁着这个工程一次打开，甚至我们整个长荣路周边的美化工程吼，规个民众其实都非常的娱乐，所以对在地来讲，我相信这个工程的完整，其实对咱在地非常有帮助。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为了让大新营地区公共建设更加优化，台南市政府争取前瞻计划补助，打造金华路及长荣路成为以人为本的优质道路与环境。历经1年多的工程期，在近期已经完工。优化后，不仅提升道路交通舒适度，也期望带动西北休闲与观光产业成长，让大新营区成为市民舒适宜居的城市。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可以说带着欣喜、感恩、感激的心，来到看到我们金华路跟长荣路这个道路优化的一个完工典礼。我们特别谢谢营建署能够帮忙这个3.6亿。其实3.6亿对一个地方政府除了台北市以外，都是一笔大数字。所以坦白讲，我们需要很努力才能够争取到3.6亿。谢谢营建署的帮忙，能够让这个金华路跟长荣路这2条台南市新营区很重要的这个连外大路跟外环大路能够得到道路品质的优化。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会持续再找出更多大新营区还有西北地区一些重要道路的这个道路品质的做好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26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上主车甲三冠龙有线电视主办的爱在社区主播夏令营，在疫情降级以后，第2梯次邀请国中甲高中的学生参加。第1天的课程由记者教导学员新闻制作的过程，并且安排实际采访记者会，让学员体验安怎采访新闻、写出新闻稿。伫8月26号由上主车三冠王所主办的爱在社区主播夏令营第2梯次正式开始。2天的活动以国语到高3的学生为主，活动由联济中心学理陈建春针对地方电视台初步的介绍来扭开序幕。学生有基本的了解了，就开始透过实际课程实施新闻完整的制作过程。看电视就是看影片的主导权是回到消费者的手上。那有些电视怎么办？好，那我们也去跟人家异业结盟，所以我们目前的数位机效果上面也可以看 YT， 然后也可以去听 KKBOX， 然后有个 HBO Go， 然后 LiTV、Friday 影音等等，我们也是把影片直接拉到我们的数位机效果来。那你用手机去看影片，当然跟用电视去看影片的感觉会不一样。
当然用电视看比较爽，对不对？如果家里面还有一点点小钱，接上音响，影音效果更好。活动的第一天安排学生甲老师透过实际的采访，对过程中学习采访的美感，搁有伫采访的时阵要安怎有水准的来提问，嘛伫上课的过程教学生要安怎写出完整的新闻稿。经过实际的活动，互小朋友会用甲老师伫上课中所教的内容完整了解。我个人比较喜欢偏爱运动类的，那我的梦想是想要成为一个体育主播了。那我希望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活动，更了解电视台整个运作的过程，然后主播这个职业它的一些比较深入的专业，然后希望我可以朝这个主播这个方向更迈进一步，因为这是我的梦想。主要是想要培养自己的镜头感，然后加上训练自己说话的方式。然后因为本身是想要做的工作会和镜头有点相关，所以也打算趁这种机会多熟悉一些镜头感这样子的。这摆参加主播营的学生嘛，拢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希望所有学生会用伫这2天内底得到充实佮有宝贵的经验。台南新闻何超邦、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了掌握黄金抢救时间，降低转移可能产生的风险，满岛新楼病院26号甲成大病院签署心脏科合作经营，由成大专职医师甲多位教授级专科医师进驻满岛新楼，提供每天24点钟的心导管紧急治疗服务。满岛新楼病院伫民国102年设入心导管室。目前有缘是大台南、溪南甲溪北9界唯一拥有心导管室的病院，负责当地紧急救护。透过卫生局长徐以林的促成，26号上午正式甲成大病院签署心脏科的合作经营。历史见证的一刻，让我们给予热烈的掌声。虽然我本身是外科出身，可是对于心肌梗塞这样的疾病，觉得非常重要了哈。尤其我们未来台南市也会有一个新的健康政策，是希望在4年内失能的人减半。我觉得这个在医疗端如何减少这个心肌梗塞跟中风的 sequela 是蛮重要一件事情，所以黄金时间的抢救很重要。那我也知道说，在我们台南市的算是西边这一块，在心导管24小时做心导管这一块，好像是比较算没有那么足够，所以感谢成大医院跟麻兴的合作，可以让我们台南市里在这一块能够补强起来，让我们台南市整个的医疗的一个资源越来越平均，那但是也要谢谢成大跟新楼医院的伙伴能够携手合作了，携手同心，这个就重新开始，两院的心脏科能够做我第一次跟院长聊的时候，他说用深度合作，不是合作，深度，那这真的是分不出你跟我的啦，应该是这样子哈，你侬我侬。那我也感谢院长讲话算话，派的人都是一级的，就是教授级的，在医院里面都是我讲 top 的来，愿意来我们麻兴，我们一起来合作，我们跟我们的麻兴的一些本来拥有的团队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所以我今天说我们在一起是一起看诊，一起做检查，一起轮班，这样子了不起的。那就是把我们这里能够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的心导管，急性的照护啊，这2个就变成一个团队，医疗团队来共同服务这个区域的民众的安全。大概是这样子啊。门诊星期到星期五，成大一定都会有，因为本来新楼医院在麻豆这个分院本来就有心脏科医师的嘛，那么我们的医生也会进驻，让这里因为心脏还是很多次专科，次专场，所以我们的医生会进驻，所以大家在这边上午下午都可以看到成大的医师，也可以看到新楼医师，大家把这个服务做得更好。伫卫生局长的见证下，未来满岛新楼加成大病院的心脏科将深度来合作，成大病院嘛将派驻专职的医师，甲多位教授级的专科医师，伫满岛新楼来助诊，除了开设门诊，另外嘛将安排人力来加入值班，甲满岛新楼的心脏科团队做伙提供每天24点钟
专年无休困的心导管治疗服务，提升该地区慢性心血管疾病照护量能。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热天是肠病毒的流行季节，虽然感染肠病毒大部分是无症状，只会出现类似感冒轻微症状，不过年纪愈小的儿童症状愈严重，5岁以下容易并发重症，甚至死亡。所以医师呼吁，如果有动出现重症、进前的病症，亲像爱困、抽筋、会吐等等，都要赶紧去看医生。过综合病院儿科主治医师李如表示，肠病毒是一种病毒的总称，包括小儿麻痹病毒、克沙奇病毒、伊科病毒加肠病毒等。每年4月到9月是流行期，一般拢是透过粪壳、飞沫加接触来传染。虽然肠病毒的感染类似一般的感冒症状。不过5岁以下的幼童，如果出现重症、进前的病症，就要特别注意。现在因为那个 COVID-19 的疫情的关系啦，那所以肠病毒的案例数都有大幅的减少。不过虽然如此，但是其实最近已经开学了，所以说肠病毒还是有可能就是在小朋友开学之后互相接触传染的情况下产生。那家长在家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小朋友，如果真的有被怀疑肠病毒的情况下，还是要注意他有没有一些像是嗜睡啊、持续性呕吐或者高烧很多天的情形。那如果这些情况，最好还是带给医师再检查一下。医师强调，虽然新冠疫情期间民众挂喙罨、勤洗手，嘛有防止肠病毒的传染，不过面对9月将要开学，学生的聚集甲接触会增加，医师呼吁，是要勤洗手，而且养成正确的洗搓冲碰擦的洗手观念。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受到疫情影响，台湾的学生会当讲是度过号称史上上长的暑假。面对将要来到的开学，大家拢真烦恼防疫的状况，所以台南市教育局学生自省中心特别制作安心图卡以及开学的小叮咛，希望提升情绪的免疫力。全国各级学校自5月19日开始实施停课不停学，加上7月放暑假，学生已经3个月无转来到校园上课。因应9月开学，可能有家长甲学生会烦恼疫情，教育局学生咨询中心特别伫开学进前制作了安心图卡以及开学小叮咛，帮助学生欢喜迎接校园。那我们以安心开学这4个字，特别来提醒我们的家长。安是指什么？安全防疫。心是指什么？心身调适。那开是什么？开机暖身。那学就是学习智力。那尤其是在这个最后，我们把握暑假只剩下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大家可能要开始恢复正常的作息。那在开学之后，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包括家长跟我们的老师都依照防疫的规定来做。那第3个部分就是在学习的计划的部分。那由于现在目前疫情还是有一些零星的个案，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学校都有随时准备有 Plan B。就是说另外一个备案的计划来做准备，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个开学的事项就会变得更顺利，那学习的部分也会变得更安心。教育局表示，为了预防学生可能因为长期休假出现回归校园性不良的现象，避免中错情绪发生，学校透过学务以及辅导人员相关的演习，宣导学校应用措施，并连接相关的资源，协助学生伫长假了后稳定转来到校园。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第1届台南国际音乐节将伫9月25号登场，
音乐节以着生命之歌做主题，规划出3种类别的音乐展演甲推广活动。市长黄伟哲嘛亲身出席记者会，邀请市民大众前往欣赏。首届台南国际音乐节由国际知名钢琴家沈于玲担任艺术总监，以生命之歌为题，规划乐界聚焦、城市之声以及特别企划等3类音乐展演活动。期待在这个后疫情时代，借由音乐，予人民更侪支持甲希望。因应国内外疫情，这届聚焦伫咧国际发光的台湾音乐家。邀请多位曾经赢获国际大奖的台湾音乐家以及团体参与音乐节演出。这些年来，很多台湾优秀的音乐家在国际上发光发热，然后或者是甚至很多音乐家其实都是旅居在国外，其实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也是值得被大家看见的。所以，我们就重新定了国际这件事情，我们梳理了这些台湾主要在地及国际这件事情。黄伟特表示，这次的国际音乐节是首次举办，希望在后疫情时代，会当丰富市民朋友的艺文生活。欢迎大家楼顶招楼卡，做伙来参加。这是第一次我们举办的台南国际音乐节，是国际性质的哈。那也希望说，在疫后的这个整个活动中，好，我们台南国际音乐节可以打响第一炮，也可以为市民朋友们的艺文生活更丰富。那也可以，在美术、在民俗之外，我们还可以展现艺文，也是这个音乐也是我们台南的强项。那更希望说大家市民朋友们，好，老定就老卡，阿母就阿爸，大家一起来。台南国际音乐节将伫咧9月25到11月7号登场，总计有17场音乐会、2场讲座、2场工作坊。演出地点遍布台南、新营、台港等3大文化中心、基美博物馆以及市立图书馆、台南市美术馆、顽皮世界、山上水道博物馆、太平镇玛雅各纪念教会以及和乐广场等非正规的演出空间，相信一定会让观众有着特别难忘的艺术欣赏体验。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邀请大家一起。除了食素求健康，现代人食保健食品的需求嘛真大。为伫永康的一间生技公司，用7档的时间，投入将近1亿的经费，研发出新的牛樟芝培养的技术。不但优良的比率高，产量搁济，嘛互这项大家认为贵三三的保健食品，介绍互民众拢会当接受。根据研究显示，牛樟芝具有消炎解毒的功效，对着提升免疫力嘛有袂少的帮助。所以有真侪人拢会选择使用牛樟芝来保健身体。不过，野生的牛樟芝一斤的价值就高达10多万，不是一般人会当食得起的。不过现在无同款咯。伫台南永康一间生技公司，前往工研院学习，自行研究出创新的敏培牛樟芝技术。大大提升了牛樟芝的产量。传统的培养牛樟芝方式，它只有这么小一片，大概干种大概只有0.2到0.5克。那你等于说你要种到1克，你可能一个人就要种5片，而且都是手动。那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尽量把它种厚、种大，对，这样我们第一个成本可以压低，让大家都可以接受这样。那我们后来经过了调查了很多文献，然后测试过很多原料。所以我们找到的所有的成分都是食品级的，那我们就做出来，可以让它厚，最后可以到湿种1颗是100多克，100多克的干种的话大概就是30几克，但是那是种到最大值啦。我们现在平均大概都是干种10克到9克。因为身边有好友甲亲人着癌，互茁壮企业创办人施玉明相当的唔甘。伫7当前，因为了解到牛樟芝对着癌症朋友的好处，投入将近1亿的经费。研发出增加牛樟芝产量的技术，希望会当加惠到更侪人。都会得到一些癌症，然后天父也在讲说，这个牛樟菇呢，对这个癌症呢很有疗效。然后我就组了一个团队，就一起去那个工研院，新竹工研院上课以后就回来，开始研发这个牛樟菇。为了会当将牛樟芝的好处介绍给更侪人。茁壮生技公司目前嘛正在架设网络平台，预计伫7月份
就会当伫网络顶看到这个人演化的牛樟芝相关产品。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其实大家拢知影，食剩的物件爱回收当做资源，毋过若是用回收桶来做有机肥，就无遐尔骨力。客家光华社区伫个总干事的推动之下，已经做超过10档。特别伫个疫情期间，食剩的厨余量加增多，因也希望推广堆肥的观念。一般厝内剩的菜叶啊、水果皮，民众若无回收，其实真拍算。亲像光华社区，就一点一滴放伫回收桶，然后独有3个月左右，就变成天然的有机肥水。其实这款的做法，社区总干事对县市合并进前就开始推动，被环保局的辅导设立堆肥站，一步一步落实，已经养成习惯。本来阮对这厨余堆肥，其实老实讲也没什么概念，也没什么概念。是因为即摆咱拢推动环保嘛，推动有机啦、无毒啦，少用这个化学肥料啦，少用这个除草剂嘛，我就的环保局，伊就来讲不再设个这个堆肥站啦，但主要是要有空间。空间，因为乡下古早乡下拢做做迄种低调，猪舍嘛，猪舍很多，即摆差不多拢废弃啊，弄废弃啊，不要人满意啊，所以我们就稍微把它整修一下，然后整理一下然后我再做几个架子，然后环保局摕一寡桶来，因为平时阮都拢有咧做了对啦，所以。几乎是没什么阻力啦。就因为设立堆肥站发酵过程难免有臭味，伫市区恐惊较无法度。毋过伫客家庄卡，阁是利用废弃的低调，甚至已经推广到家家户户，坚持资源回收再利用的结果，嘛，互一丛一丛的果树生甲果肥个用。感想就是讲，它的肥料的确是好用，因为这种植拢阮太太咧种植，伊感觉讲这肥料。真正是很好用，比化学肥料还要好，对了尤其那个易肥，那生产蔬菜的时，那每个礼拜吧，差不多每个礼拜稀释浇一次，它的菜就比那个化学肥料的菜还好吃。曾经核选全国特有志工的总干事对科技大学教职退休以后，就到伫社区营造，除了堆肥有成，嘛将光华打造成模范社区。台南新闻管及刘品言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几率有2成，海面电管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8月2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